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5月2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0篇，民数记第9章15节到23节，启示录第4章第1节到第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云彩。过来一礼拜，台湾地区是所谓的这个春雨的季节。气象预报大概就是每一天拢会落雨的一个礼拜。落雨一个真重要必须要的条件就是有乌云密布，水气有够重就会落雨。云彩是一个真重要的象征，伫圣经嘛是安尼。民数记第9章15节到23节安尼讲，云彩遮看会幕。到会幕迄日，有云遮看会幕，就是约柜的帐幕。对下时到早起，有看起来亲像火的云看伫会幕的顶面。云不时遮看会幕，每时看起来亲像火。云什么时阵对会幕升悬，以色列人就出发。云停伫什么所在，以色列人就伫遐扎营。以色列人照上主的命令起行，嘛照上主的命令扎营。云停伫会幕顶偌久，因就伫遐扎营遐久。云伫会幕顶停偌济日，以色列人就照上帝的命令无起行。有时云伫会幕顶悬停无几日，因照上帝的命令悠然停留伫遐，嘛照上主的命令起行。有时云对延时到早起时正地，过工早起云一个升悬，因就出发。无论日时还是暝时，云升悬，因就出发。云停伫会幕顶悬，无论是2日，是1月日，是1年，以色列人悠然停留伫遐，无起行。毋过云一个升悬，因就起行，因照上帝的命令扎营，嘛照上主的命令起行。因拢照上主通过摩西的指示，遵守上帝的命令。云彩代表着上帝的临在，代表着上帝的热看保守甲带领。圣经讲真清楚，云彩的动作就代表上帝的命令甲旨意，互以色列人来军队。伊出来及其西奈山顶悬，上帝用这个雷电示呐，用云密密来砍掉西奈山，甲摩西对话。伫启示录的记载的中间嘛，记载着雷电响声，这拢是因为有云彩才有的，因为上帝的临在。启示录第4章第1节到第8节安尼记载。后来我去看见天顶有一个门开的门，我听见迄个头一边对我讲话的声，亲像喇叭在响，讲起来食，我要指示你以后一定发生的代志。我就随时受圣神感动，看见天顶有一个宝座。有一个位坐伫宝座顶，伊的面貌亲像碧玉甲红宝石。宝座的周围有穹，看起来亲像绿宝石。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，有24个长老坐伫座位，因穿白衫，头壳戴金的花冠。对宝座有发出声呐、响声甲雷。伫宝座前7支点倒的火把，就是上帝7个神。宝座前有亲像水晶遐尼透明的玻璃海，
宝座的周围有4个画面，因的身躯前后拢有目睭。头一个画面亲像狮，第二个画面亲像牛公行，第三个画面的面亲像人的面，第四个画面亲像在飞的鹰鸟。这4个画面，大家拢总有6支色，周围甲内面规身躯拢有真侪目睭。因明日无停地唱，圣哉圣哉圣哉！全能的主上帝，过去存在，现在存在，将来嘛存在。上帝是早伫地，今今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上帝。我得甲伊借着圣神，借着分而不废的气魄。借着火条，借着云条来显现，这拢代表着上帝超越性是咱所挖掘的。诗篇20篇，祈求上帝，愿主上帝伫患难的日应答你，愿雅各的上帝甲你藏伫悬的所在保护你，愿伊对圣所帮助你。对锡安扶持你，愿伊会记得你一切的所在，接纳你的烧化者，愿伊照你的心所爱祝福你，成全你一切的计划。我要因为你的得胜来唱歌，我要奉上帝的名庆祝你的胜利。愿上主成全你一切的祈求。但我甲上帝会救伊选立的王，会对伊圣的天应答伊，会用伊正手的开力，互伊大胜利。有人挖靠车，有人挖靠马，毋过阮只有夸口上主阮的上帝的名，因的台词倒落去。阮的太阳徛在上主啊，求你互阮的王胜利，阮求告的时，求你应答。感谢上帝用各种的形式临在，实现你的以马内利的应允。也恳求上帝亲像诗篇20篇所讲的，来用你的权能保守阮。保守阮的国家台湾会通脱离歹厝边中国共产党的威胁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